專屬舒適嘅空間，享受貼心細緻嘅款待，感受精緻嘅粵菜體驗。呢度就係恒生款待專櫃客戶嘅博愛堂。恒生創辦人深信同客人以真摯坦誠嘅交流，去建立更深厚嘅關係。喺博愛堂，我哋嘅客戶感受恒生銀行對極致優質服務嘅堅持、用心同埋誠意，將彼此嘅長遠關係不斷升華。就好似剔透無瑕嘅水晶，綻放光彩，而且歷久常新。多年嚟，博愛堂保留咗恒生嘅歷史回憶同埋印記，堅持最好嘅品質待客。我哋緊貼時代，追求創新，貫徹恒生服務精神，為客戶締造專屬體驗。博愛堂為每一個款宴設計特別時令菜單，由精挑細選優質食材，專業團隊炮製滋味盛宴，到用心款待每一位賓客，每一個細節都一絲不苟，力臻完美。私隱舒適嘅空間，輕鬆嘅氣氛，讓賓客相聚交流，享受恒生優越嘅服務。糅合創意與傳統工價，為經典菜式升華。近距離欣賞主廚精湛廚藝，細意品嘗精緻粵菜。博愛堂嘅水晶映照維港之畔，見證恒生同客戶嘅重要時刻，以及開展同延續每一段深厚而恆久嘅關係。